嘴唇的果子。約翰福音14章13節，你們奉我的名求什麼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兒子得榮耀。我哋要接受人生嘅現實面，我哋都會有受苦，都會傷心，都有難題。但係我哋並非只剩低無奈同埋無助，我哋手裏邊永遠有一張王牌，就係主嘅名啦。今日我哋要學識3件事：奉主嘅名祈求，奉主嘅名感謝，奉主嘅名讚美。奉主嘅名不單止係一句話，好似餐後嘅甜點，放喺禱告後面做形式上嘅結束。奉主嘅名係一個屬靈嘅實際，表示我哋由禱告開始到結束，都同神喺埋一齊，喺神嘅旨意裏邊去求，喺神嘅心意裏邊去求，咁樣我哋嘅禱告就唔會落空啦。感謝就好似蜂房下滴嘅蜜，會令我哋嘅人生甘甜。可惜我哋經常都忘記咗去品嚐，尤其是當我哋沉溺喺難題之中嘅時候。以弗所書5章20節嗰度話，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謝父神。呢個係神對感謝嘅要求，凡事即係每一件事都感謝，常常要經常不斷咁去感謝，好似保羅同西拉一樣，喺監獄裏邊亦都能夠唱詩感謝，監獄嘅門就開啦。如果我哋奉主嘅名喺困境中去感謝，所有嘅門都會成為我哋敞開。以賽亞書57章19節提到有一種特別嘅果子，我造就嘴唇的果子，願平安康泰歸於遠處的人，也歸於近處的人，並且我要醫治他，這是耶和華說的。嘴唇嘅果子唯有喺讚美嘅土壤中先能夠孕育出嚟。讚美係人生嘅冠冕，當我哋讚美嘅時候，我哋就摸到神啦，我哋嘅心情就輕鬆開朗起嚟。我哋要奉主嘅名，求聖靈將永不止息嘅讚美放喺我哋心中，融入生命裏邊。平安康泰就會成為我哋生命嘅一部分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喺我哋面對人生嘅苦難同埋難題嘅時候，賜下主嘅名呢張寶貴嘅王牌。願你嘅聖靈充充滿滿咁澆灌我哋，教導我哋學會凡事感謝，常常讚美，用嘴唇結出甘甜嘅果子。當我哋奉主嘅名向你祈求同埋歌唱嘅時候，願你嘅平安同埋康泰緊緊環繞我哋嘅心懷意念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